最深的海洋，到那最高高的山，万物都告诉我，神是爱。欢迎收听迦南之声。大家平安，欢迎收听6月7日的迦南之声。我是优胖牧师，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，上主是我生命的泉源。我们要读诗篇41到42篇。先来读今天 RPG 的金句。耶稣回答：喝了这水的人还会再渴，但是谁喝了我所给的水，谁就永远不再渴。我给的水要在它里面成为泉源，不断地涌出活水，使他得到永恒的生命。约翰福音4章13到14节。有一个住在偏僻而且落后的沙漠地区的一个人，他受到朋友的邀请，然后到大都市参观旅游。这可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离开他的家乡，享受到闻名世界的许多新玩意。然而在回去之前，朋友问他：你想要什么东西带回去做纪念呢？他的回答是：我要2个水龙头就可以。他以为在炎热的沙漠中，如果有2个像旅馆里面一样的水龙头，只要随手一转，那水就源源不断出来。他期待的是这样的一个景况。当然，我们知道光靠水龙头是不能够得到水源，除非呢透过管道连接于水的源头，这样水龙头一转，水才会源源不断出来。诗篇41、42篇的作者，这诗人在提醒我们，虽然是不同样的作者，但是都是在提醒我们处于何处的困境，上主都是我们生命的泉源，他是我们的安慰者、盼望、力量和供应者。所以我们来整理这一些的重点，并思考上主如何作为我们生命的泉源，带给我们信心的激励。第一个，诗人渴望与上主建立亲密的关系。诗篇42篇，诗人他以好像很口渴的鹿切慕溪水一样，来比喻我们要对上主的渴慕，提醒我们渴望与上主建立亲密的关系，如同我们的灵魂渴慕得到满足跟永恒的喜悦。第二方面，我们看到在困境中如何寻求上主的安慰帮助。诗篇41篇描述了诗人面对背叛或者是困难的时候所带来的痛苦。然而诗人信靠上主，寻求他的安慰，提醒我们在困境当中，上帝的安慰，如果你去寻求，就成为你的，相信他也能够成为你的避难所和你所需要的力量。诗人在第3方面也提醒我们要将盼望放在上主的身上。有时候我们都会把这些的盼望期待放在人的身上，我们常常会失望。诗篇42篇提醒我们要将盼望焦点放在神的身上。我们无论面对多大的挑战，我们都可以相信上主他可以成为你的盼望跟拯救，激励我们要持守信心，不管环境怎么样改变，相信上主必定成就他的应许。接着我们看到诗人也鼓励我们依靠上主的力量跟供应。
41篇提醒我们，上主是我们的力量跟供应者，在软弱和需求当中，我们可以依靠上主。我们相信他赋予给我们力量，足够的智慧去面对我们的挑战，面对我们的困难，并能够供应我们所需要的。第五个呢，也可以帮助我们能够坚信对上帝的信心。诗篇教导我们能够坚守信心，即使是在黑暗当中感到困惑，神依然同在，他的应许不改变，他的慈爱直到永远，他的信实直到万代。所以激励我们，不管是在高山或低谷，我们都可以怎么样求神来坚固我们的信心，相信神的心意是最好最完美的。最后我们来寻求上主的面跟喜乐。诗人描述他对上主的渴望再次亲近他，经历他见他的荣耀之面。呼吁我们时时刻刻我们也来亲近神，透过我们的自己的敬拜赞美跟祷告，在单独会主当中与他亲近，你就可以从他话语里面得到永恒的喜悦跟满足。所以我们再一次整理这一些的重点，我们来看诗人告诉我们，上主是我们生命的泉源，他是安慰者，他是给我们盼望的，给我们力量的，他并且是我们的供应者。特别是在困境当中，我们可以寻求上主，从他来永恒的安慰，还有他的力量。我们要求神来帮助我们，将盼望放在他的身上，让我们不致失望，相信他的应许跟他的信实。无论我们所经历多大的挑战，我们都可以依靠上主他大能的手来帮助我们脱离病痛，脱离痛苦，脱离仇敌的手。所以总结上面这些的经文，都是要兼顾我们对神的信心。透过单独会主，我们与他面对面，让主的喜乐成为我们的喜乐，让他的话语里面带给我们有无限的盼望。每日透过思考神的话，并且实践出上主是我们生命的泉源这样的一个关系，我们可以真正从主上帝来得着安慰，特别他要给我们的永恒盼望。弟兄姐妹，你领受了吗？我们来默想，在你生活的困难和挑战当中，你如何体验上主是你生命的泉源？你是否已经连接上这生命的泉源，而且欢然取水，使你的生命得到滋润供应呢？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感谢你在我们生命当中赐下的一切恩典跟慈爱。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带着一颗谦卑的心，向你献上我们的祈求还有感恩。我们真的要承认你是我们生命的源头，你是我们幸福的源头。在这瞬息万变的世代里面，我们常常感到困惑、疲倦和无助。但我们知道，当我们亲近你，我们能够在与你连结当中，在你的爱里面得到安慰，找到真正的幸福，还有领受你给我们的力量跟平安。主啊，求你赐给我们力量去面对生活当中的挑战跟困难，特别是当我们在困境里面，求你增加我们对你的信心，坚固我们的信仰，使我们能够站立在你的应许当中。让我们一起宣告说，你的应许不离不去，让你的话语就成为我们生命的指南，让你的圣灵在我们内心居住，
引导我们走在公义和真理的道路上面哦。我们需要你的慈爱和恩典充满在我们每一天，让我们每一时每一刻都能够体验到你的同在，用你的慈绳爱索来牵引我们。我们这样祷告，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感谢您的收听，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与人分享。我是尤伯牧师，祝福您得着上主所是真正的满足跟平安。我们下次再见哦。